后来继续来看新北市中和的景平路有一栋公寓火烧厝，有一个24岁女厝卡防救出来时阵，一度无生命现象，即摆是伫咧加护病房插管治疗。啊，公务局事后发现，这个厝头家甲规层楼改装。改造7间的房间、甲2间的浴间啊、甲便所，但是拢无来申请到变更执照，装潢嘛无审查的许可，已经违反到建筑法，上款罚款30万。公寓发生火灾，吊伫内底女厝卡本地已经无残废，互救护车紧急送病院救回一命，目前搁伫加护病房观察。多伙房间内拢是面罩被、行李生活等等的生活物品，经常喊走一被拍火。刚站楼的厝卡挂头都被付清，敢若满一领面罩被都喊走出来。中和出租套房发生火警，新北市公务局勘验意外发现房东违法隔间，如果限期没有改善，将会开罚。多伙房间是大细5位女厝卡，伊家己车用3个仔，警方伫伊的房间内发现歹达，多伙原因爱个调查。也毋过厝头家违法加7间雅房，无申请使用执照的变更和室内的装修审查许可，公务局上管会当罚30万。是有被更改格局，变成是有7间雅房，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他有申请的记录。代志发生伫昨日暗时11点多，新北市中和景平路4间雅房。厝卡并出着骨内地粪扫，因为已经红灯灯，因必须爱搬厝。没有电啊，这电我们房间都没电啊，当然是倒霉啊，没办法，然后碰到这种事情，好在不是3更半夜，要是3更半夜就完蛋了。公务局强调，厝头家若伫1个月内无改善，提出相关的文件申请变更的使用执照，罚金将会继续贴起来。必要的时阵，强制拆除雅房的价金。是讲倒火所在离主体甲店面真小外，若真正烧过境，效果就真歹势上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